我搶住講。好，我要公佈，感謝主，哈利路亞！今日咧好開心啊，非常開心。做咩咁開心咧？因為我終於係咪進入生命嘅另一個階段啦？係做咩咧？聽日開始我係做樂齡啦，所以咧上一個禮拜我係參加樂齡團契喺怡保嘅教堂啊，其實好唔慣啊。人哋講senior，唉都係要接受啦。感謝主啦，好嗰方面就係可以食到60歲，咁樣咧真係好感恩。神咧就好多嘅祝福啦，年頭到年尾。所以咧，亦好多謝大家嘅祈禱，亦好開心。3年前嚟到呢個 AOB 呢度聚會，能夠認識咁多人，亦有好多機會去服侍。咁樣咧，我係好貪心嘅。2個、3個、4個星期前嗰陣，神講唔夠喉，咁樣咧叫神開路，神真係開咗好多好多嘅傳福音嘅，無論去到近又有遠又有，仲有最特別嘅係已經有人 book 咗一個弟兄明年5月會去到台灣宣教啦。感謝主啦，真係一切榮耀歸俾主，同埋都多謝大家祈禱，都為我祈禱，使我成為即係一個忠心嘅僕人，而且係更加多嘅機會嚟到服侍，而且係可以傳揚更加多嘅福音，亦盼望就係60歲嘅祈禱入邊有個盼望，就係更加多人都係出去傳福音，無論你係光眼嘅或者係睇唔到嘅都可以，我時常都有做好多個呢個嘅短片，你講呢人可能唔方便去，但係咧你同我預約啦，我哋做一個 interview 咁樣一個問答咁樣，你嘅見證都可以鼓勵好多人㗎，全世界都可以，因為 YouTube 呢啲媒體其實我哋好好嘅利用佢咧係好大幫助嘅。如果我哋濫用佢，當然係害到人啦，害到自己。所以我感恩多謝。